希塔美德下載謹慎。謹慎係一種智慧嘅表現，佢讓我哋喺做決定嘅時候能夠充分考慮各個因素，避免衝動行事。當我哋謹慎行事，我哋唔單止係保護自己，亦都係為他人負責，確保我哋嘅選擇同埋行動能夠帶嚟最好嘅結果。謹慎並唔係猶豫不決，而係一種深思熟慮之後嘅明智決策。佢讓我哋能夠喺複雜嘅情況之下保持冷靜，並且依靠智慧同埋經驗做出正確嘅判斷。呢種力量讓我哋能夠避免不必要嘅錯誤，並且喺每一步嘅行動中保持穩定。謹慎就好似一塊鏡，反映出我哋內心嘅平靜同埋穩定，幫助我哋喺混亂之中揾到清晰嘅方向，並且以智慧引導我哋嘅行動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謹慎嘅定義，我知道謹慎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是謹慎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謹慎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謹慎嘅觀點，我知道謹慎係可能嘅，我知道謹慎係安全嘅。我是謹慎的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